今仔日双十国庆，政府是办庆典，帮咱的国家来做生日。咱就来看早起一连串精彩的庆典。先来看咱家己研发建造的永鹰高级教练机，第一届伫个国庆大会来现身。甲2024年就要除亚的 F5的战机参南队编队，象征着高教机的薪火传承。另外，这个气势威武的5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飞过总统府前的广场，展现国军守土卫国的决心。还有超大박的国旗挂伫个直升机飞过总统府，真有气势。吊10公尺长、12公尺宽的国旗，一台 CH-47SD 7路克运输直升机，含2台 UH-60M 乌鹰直升机，慢慢飞过总统府厝顶，前后排一个队形，拄好代表民国111年。空军永鹰高教机搭配2架 F5型机。机身彩绘随互人认出永鹰高级教练机，史上头一摆出现伫咧国庆大会。F5战机其中一台是查某飞官将正义落赛的，预计伫咧2024年退休 F5战机有可能是上尾一摆参加国庆，含永鹰男做编队，代表咱台湾的高教机一代接一代传承。5台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排照队形通过总统府广场，伊的气势展现国军的战力和守护国土的决心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蓝白红胜利彩烟。旗尾喷出蓝白红3色烟，甲天顶正做画布，记载因彩绘。空军雷虎小组5台 AT-3高教机飞过观礼台，人地冲场，那惨烈现场气氛，嘛互今年国庆大会完美收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